好，而家介紹翻呢個羅士納最高 model 嘅 Network Control Panel AC8250IP 嘅。咁呢個 panel 就呢個係啲背光燈啦，control 開箱之後咧就有背光燈。最主要可以駁到6個 Vida 嘅。但係留意就4個係 Wake Vida，其中2個咧係 OSDP 嘅加密嘅 Vida 嚟嘅。一定要對應翻有加密嘅 Vida 先可以接駁到啲 OSDP。如果普通 Vida 咧就駁翻呢邊4個。對應翻呢邊咧有6組 relay，4組 relay 加呢個2組 OSDP Vida 嘅 relay。而家我接嘅就係 HID 嘅 Vida，有埋 keypad。當然係拍呢個 HID 卡咧，拍落去，你聽到聲 relay 跳，開咗呢個2號 Vida，一樣可以開到2號 relay。基本上嘅操作就係同普通 control 係一樣嘅，但係佢嗰個特別咧就係、其實可以有個 bus 嘅，有個叫做呢個 RSDP 嘅個 bus 咧。佢與 control 與 control 之間咧，用呢個 RSDP 嘅 bus 咧嚟連接嘅。最多應該可以去到10幾個 control。大型系統都會用得到，同埋可以入 network 啦，翻電腦 network 啦，可以做一個軟件。軟件方面嘅結構咧，就主要係3個。佢入邊咧其實有一個 server 嘅 program 嚟嘅。呢個係個 Access Pro 嘅 server config 嘅 program。最主要有個 server 就係、譬如我而家裝咗呢一部電腦度啦，有個 IP 嘅。佢個名叫做 localhost，即係其實係呢部機鹹 port 101。跟住另外有個叫 client 嘅軟件，client 就係負責去開卡啊，睇翻啲記錄啊資料嘅。另外 web server 呢一邊咧就基本上同卡人大同小異嘅工作，但係佢嗰個功能上會少啲，但係佢嗰個係 GUI 界面又比較清晰啲嘅。呢一邊係 set 翻嗰個 server 啲指向嘅 setting。呢個如果 set 完咗之後咧，就開翻，因為裝 server 嘅時候咧，其實已經喺個背景入邊咧執行緊嘅。而家我哋主要嘅操作咧都去翻呢個 Access Pro 卡人嘅軟件。呢個軟件就入翻密碼啦。入咗之後咧，就去到呢一版嘅，去到呢一版。呢一版其實就主要可以去見得到個 control，見到個 control。而家係 connect 緊啦，開卡啊、加卡減卡咧，全部都喺呢度做㗎啦。而家啲卡嘅資料係晒喺度，同埋啲 time zone 嘅權限都係全部喺晒度做。詳細就睇翻嗰個menu 啦。至於個 web 卡人咧，就係呢一個界面嚟嘅。打翻部機 server 嗰邊個 IP 咧，指翻個 port，跟住就要入翻密碼。呢度留意嘅密碼咧係一個 user assign 咗佢可以做 web 卡人 login 嘅密碼，同埋嗰個 ID。入咗之後咧，就會見得到佢入邊嗰個界面咧，同普通卡人嗰邊咧係功能上有少少分別，即係比較簡化版啲嘅。但係就佢嗰個界面咧就會比較清晰啲咯，易睇啲咯。頭先開嗰啲卡喺晒度，都可以喺呢度咧做個 menu 開門啊嗰樣嘢。睇到啲 control，佢功能冇咁多嘅，但係就相對咧會比較簡潔啲。可以出埋 report 啦，呢度都得嘅。report 嘅種類，呢個就係卡人嗰邊嗰個 web 卡人嗰邊嗰個軟件。